2个礼拜掉9%嘛，对不对？到后来因为这样嘛，你没有宣布要选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从头到尾没有宣布要选，那都是批判的，那第二，不过是这样一体两面的啊，这看郭先生的步调，我是没有，他是这样啊，没说顺其自然啊，就是说他急也没有用，总要让他甩他的心理上能够准备好，没有你赶鸭子上架也没有用出来，所以说顺其自然。您收到月饼了吗？我还没收到，我还没收到月饼。我跟韩国瑜说导致认为说鸟社们在扯那个郭台铭的后腿，你怎么看？那不至于的，每天在炮轰，他们在内部轰的更严重啊。那个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。昨天在赵大刚的节目这样，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也不要去掩饰什么政治意图，那纯粹从选举技术上来考虑，沙卡都如果这一宣布，一定就是1/3，蛮明显的。那这样子可办，它全部都在误差范围内。那所以最后结果是完全在这一刻没有办法预测。所以变成都在未来4个月大家努力。你怎么看现在民党政府他们是没有办法处理陈水扁的问题，只要问到陈水扁，像今天法务部长他就有效的带过，然后大家都敢回答，就连中间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应。哎，这个就是我早就有讲过，一样我在上我一个节目里讲，2016是最好解决的事情。那时候小英刚上来，民调最高的时候，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历史见解决。我也是说，中共你的一个集权国家都有办法去处理毛泽东的问题的。当年那个毛泽东式的大文化大革命，那时候可以换论定，不然你国家没办法往前走。所以2016其实是最好的处理时间。你现在当时小英没有处理，现在就要处理，那就很困难，所以就变得很尴尬。即使说我是他的医生来的啊，就说那人会说他保外就医啊。就是按在保外就医的名下啊，他每天在写生物有没有已经写了3条线了的，你现在还上台演讲干什么？那叫做来到这个里面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，你不懂就会答不出来的。不过当时他真的是有病啊，不是在闭说别人有病。那现在，那讲现在这个局面，我是觉得很尴尬。其实是我是曾经是他的第二小组的负责人啊，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劝那个民进党，2016。那就那你说怎么处理？处理就是说正确的讲法，就是说你总要交代一下哦，那到底钱是怎么一回事的哦，要对社会一个交代哦，所以不是无条件政策嘛，总这样一个处理嘛。当然，不管是73分账、64分账，总这样一个处理嘛。现在这样就尴尬了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当时就劝小英要处理那东西。陆陆续续有在争取一些好多建设会跟他们谈，所以有一些人民，但是那个顺序要怎么排，还可以再讨论。有些我们比较确定的，像当然区也有的啊，像前几天有公布那个核检动嘛，也不错啊，新竹离第2代的核检动，然后蛮有时代意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部分区我们有讨论一些人啊，包括在香点啊，我们要跟他讨论过。不过在排序是另外一回事。那你本人跟壁如姐呢？我去当副，我都当台北市长，我有挂国旗，这放在后面一点了。这完全逻辑矛盾。难道我去当地王，我也不敢台北市长？太奇怪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就做一个人到屏东，您觉得适合吗？还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抛出来，被大家误解是一种政策买票？那这个涉及专业的，我很敢回答，因为这还是这样，那是算是良心。不过一般来讲，也不可能完全要求正当性的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交通建设我们都不至于太完整。我也去过屏东，然后那个潘登安也跟我讲过，他主张高铁要到屏东。不过是这样的，走哪一条路线是很周的，而且还是涉及专业，所以专业又比专业解决，就是说成本多少，那时间要多久，然后利息回收多少？不是啊，台湾的高铁一般来讲可以回收还是少的，都是开发的，所以那个问题是我们看法，交通线做下去呢，都市开发的钱都被财团赚掉，也不是政府赚掉，所以才会造成那个自然性的。
谢。